8月13，因为一场的大火，造成一家5个人失去性命。唯一留落来只有13岁的大汉查某囝，因为到国外表演逃过一劫，但因为年纪还阁少岁，才拄国小毕业，未来的人生还阁真久长。虽然市府第一时间有设立捐款的专户，但成效并无讲真理想。因此，议员林美燕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理事长，共同合捐328000块，希望借此会用的抛砖引玉，吸引更多善心人士来斗相共。世界上怎么会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情哦？所以，我们今天用的非常不舍的心，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不舍的心化为力量，我们一起来关心，一起给这个小朋友，一些温度，一些温暖，让他在人生过程中赶快走出这个阴影。台南市妇女联合会长期就是关怀弱势，那我们这样子一个社会的使命感社会责任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我们马上就召集我们的理监事们大家就是一个会议，是不是我们有能够做什么事情？那我们决定就是说，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基金捐赠10万元，拨个10万元，抛砖引玉，来帮助这个孩子，这个是小小的一点点心意，但是就是觉得说，希望能够陪伴孩子成长，陪伴孩子长大，让他在这个未来的日子里绝对不会孤单。上午出席见证的，除了社会局长卢伟聪，还佫有6家区公所的主秘，以及社会局急难救助科加社工人员列席。社会局长卢伟聪表示，林巴依山6家区火灾遗属的大收款专户，未来将专款转用，并且协助成立信托基金，离收受捐款的期限嘛将到9月14号。我们呢，其实市政府这边对于小女孩的一个未来的生活费用呢，其实我们责无旁贷。那另外也有一个捐款，那捐款账户呢将是捐款专用。那这个捐款专户专用，我们的一个募款日期是到9月14号。那看看到时候的绩效呢，我们再看看说如何再来做一个调整。那最后的一个目标是呢，我们希望说把这一些大爱把它全部聚集起来，然后成立一个这个信托基金。除了保障大汉查某囝未来的生活甲求学的过程唔免烦恼，另外议员嘛关心囡仔的心灵辅导以及未来顺利的培上等。对此，社会局甲区公所嘛表示会尽全力来协助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